志遠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喺上一次立法會選舉咧嘅投票率係偏低嘅。咁如果投票率偏低咧，我係擔心咧係影響立法會嗰個認受性啦。咁想問問政府經過上次選舉之後咧，有冇掌握到咧投票率低嘅原因？咁會唔會同直選嘅成分降低係有關係咧？咁除咗宣傳嘅工作之外咧，政府係點樣作進一步改善咧？係令到下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咧係大大提升翻咧？多謝主席。局長。多謝主席。多謝狄志遠議員嗰個提問啊。咁首先一樣嘢，我唔認同就話個投票率係偏高或者偏低啊。亦都的而且確咧，我哋政府一再強調咧，我哋從來咧都冇一個話硬指標，要個投票率要達到幾多咧，先為之我哋嗰個達至我哋嗰個目標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即係我哋唔等於我哋係唔注重市民嗰個參與嗰個情況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一再強調咧，我哋該做嘅嘢咧，就係將我哋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所為市民帶嚟嘅好處，佢哋同市民嘅息息相關。我哋要透過我哋更多嘅宣傳、更多嘅教育，令到市民更加明白佢哋喺個選舉嘅過程裏邊，佢點樣係可以憑佢手上嘅一票選出佢信賴嘅人士咧，係愛國愛港嘅人士咧，係即係擔任個職位咧，從而咧係可以幫到嗰個我哋香港嘅發展，亦都幫到市民嗰個生活。咁啊，所以呢方面咧，我哋日後嘅工作上面咧，我哋會繼續咧係努力喺嗰個宣傳啊各方面咧就做足啲。除咗喺選舉期間，我哋會做海量嘅宣傳之外咧，我哋平時咧亦都會係不斷咧係做啲同大家嘅宣傳教育咧，令大家明白嗰個選舉對佢哋嗰個重要性，從而咧令大家可以更加參與、更加關心個選舉。多謝主席。